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第3当前决议讲，无要互中天新闻台换接照，所以中天新闻台就退出有线电视的第52台。中天不满嘛提起行政诉讼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判决撤销 NCC 无要互因换照的处分，要求 NCC 应该重新审议，搁再做出适当的决定。专案嘛是会当搁上诉。它应该要适用的评分基准，依法律规定必须是准用107年2月8号修正后的声色审查办法第13条第1项规定。那本届呢，他们却适用到109年11月11号呢，另外订立了一个109年换照评分表。那这个评分比重所涉及的评分基准，因为这样子违反规定。当初 NCC 委员会认为讲，中天有25件违规案件防处分，内部的控管运作失灵，所以换照的审议并无通过。中天不服，请求法院撤销 NCC 的处分，嘛向 NCC 要求79亿的赔偿。法院的判决是认为，当初 NCC 伫咧审议的时使用错误的评分的标准做审查，嘛无充分的资讯，影响到中天的换照结果，判 NCC 的处分违法。NCC 是强调讲，伊收到法院的判决书会来研究，才个依法提出上诉。